来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伫面册来宣布要参加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。桃园市长郑文灿伫第一时间表示支持。隔天的透早，行政院长苏贞昌透露讲，赖副总统有打电话呼伊要听意见，伊才善意甲提醒，讲有好有歹，爱好好思考。苏院长讲，既然赖清德决定要参选，伊家祝福。这个民进党内跨派系立委嘛拢表态支持赖清德选主席。赖清德加油！副总统赖清德确定要参选民进党主席，后礼拜就要领表登记。拜下晡1点外，较真的赖清德伫了面册宣布，已经甲总统报告，决定要参加民进党主席补选。为了总统府发言人证实，进前总统找赖副总统讨论选后局势。拜四透早，赖副总统有打电话给总统，甲总统讲伊有想要参选党主席，总统嘛有祝福，嘛甲赖清德讲，伊既然已经无兼任党主席，对党务伊就袂阁换，毋过若是对民进党好的代志，伊会斗相讲。林佳龙嘛伫咧赖清德的文章底留话：清德兄加油，民进党加油，台湾加油。那我想我们就全力支持，我相信也只会有一组候选人呐。郑文灿第一时间有给支持，过两天下午啊，苏贞昌嘛有给祝福。赖副总统昨天有打电话给我，要听我的意见，我也很善意的提醒他有利有弊，要深思。现在他已经提前表态明志，愿在党的此时此刻承担。我特别给予祝福，也会支持。赖清德面前嘛有讲到，这阵马大家给伊的意见有鼓励，嘛有保留，伊拢收到啊，已经定小看重，嘛真感恩。赖清德副总统愿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承担，所以我们全力的支持他。除了他以外，如果他自己不选，那有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？如果可以产生出民进党2024最强的一个战将，看起来支持赖清德选党魁，党内各派系拢有强势。我若赢刷起摇旗，副总统兼党魁恐惊会有宪政危机。没有实权的副总统，变成有实权的执政党的党魁。民进党敢会当个重新站起，团结面对挑战，大家拢等咧看。民进党秘书长传出可能予屏东县长潘明安来接。秘书长等等，我目前没有这个规划，我还是先休息回家种田。因为赖清德也未登记参选党主席，嘛也未当选，规个布局嘛是要配合府院党的联动。